但是在这个期间他还有一些药没吃完，就是这段时间继续吃。你等问一下这个曾医生哪些要吃的，找我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也要你不着急，行，回去好好吃药啊。好，大家说你们都好。好，不激动哈，不激动。情绪莫激动，情绪莫激动。莫激动啊，还可以，现在说。来。就对他非常乖。谢谢你们。应该做的。回去之后呢，家里要买3个东西，第一个东西是体重秤，第二个东西是这个血压计，第3个东西是血糖仪，都不是很贵的东西，但是都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体重秤就是每天称体重啊，假如今天称是140，明天称是144了，那就说明他水多了。好，这个是水的问题，水的问题也是目前来说最重要的问题。水控制好了，奶奶就会健健康康的。他的没什么了啊，好，行，我们的彩色大呀，当时嘛。提这么多东西啊，提得动啊？我帮你加一下了，真的是。现在走路不喘气了啊，是吧？你等这东西这么多，等一下别摔到了。你看你生你也不容易啊，是吧？生你这又大包小包的提着。回去之后可以多喝点水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应该做的啊。